艺人郭子乾 vs 欧汉声，一咸一甜，一咸一甜各一个。来，咸的，化身1日店员，只要买疯狂电视台风电影票，自掏腰包购买爆米花送观众。郭子乾、欧汉声为了宣传贺岁片，到影城打工。艺人郭子乾 vs 欧汉声，我高雄1、2月的观光代言人都已经找定了，3、4、5月还没有敲定，我准备敲香港人，比如说什么刘德华、张学友、郭富城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德华。搭上最近高雄代言人话题，即兴发挥模仿秀。郭子干笑说自己内举不避亲，带着也在片中客串的18岁儿子小郭一同出席。艺人欧汉声 vs 郭子干儿子小郭，现在新2代出来都要炸一点什么东西诶？你要炸什么东西给大家快点？炸爆米花、炸鸡排、炸鸡拿棒。如果票房没有超过5000万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就再演一部给大家看。贺岁战开打，另一部国片《大三元》演员群则是请跑映后活动催票。大三元演员群，我们是大三元，我们先一鞠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前进台北、桃园各大影城宣传，张轩瑞、李佩旭、海芬、巴玉和吴承阳一一解答观众的提问。光是一天就跑了6场映前映后活动，从上周首映先到中至今，1个礼拜已经跑了15场。而提前上映，票房已经2500万的电影《邯郸》，则是在宜兰传艺中心规划特展。电影中的道具，包括演员们的炸邯郸戏服、球鞋、书包跟录音机等等，都在现场展出。贺岁片用不同方式宣传，希望能杀出重围，催出好票房。